利用手机语音助理可以收信。YouTube 频道社群贴文，订阅人数要达到几千了，才有这个社群贴文的功能。利用这个贴文然后从这个有那个井字号的，有这个搜寻关键词，按下去，要有那个影片标题才有效，不然就是那个 HKHS 要跟那个中文字分开、隔开，要隔开，大小写可能也有关系。再试一次我就按这个 HKHS 的部分，网络上有标签的，网络上有 HKHS 标签的。网络上有标签的就可以显示在这边。意思不完全一样中文的 HKHS 是吧？华语世界的代号那个 HKHS 是兴国高中，兴国高中这个西文的英文HKS 不是兴国高中要找那个有中文字的，这才是兴国高中的。